来关心的是，这屏东恒春半岛呢嘛是同款，因为这个风台落大水雨，所以地区满洲、恒春甲茶城呢，过来所在拢是有积水的灾情。根据这气象署的资料，恒春地区呢，短短1点钟内累积的雨量就有98.5毫米，这个数字是全台湾上界多的。今仔日早起，这镇公所甲各局也随出面来做清理的工作。说这水灾，这个最恐怖。黄色的土石甲大路规个砍掉咧，完全拢看袂到路面。满洲的港口溪水嘛直要填出来。13下晡，杨柳风台带来大水雨，造成恒春半岛甲满洲地区过来所在出现积水的状况。主要是杨柳风台的风台尾，互恒春半岛带来短时间大量的降雨。恒春镇4区位啊，短短1点钟，累积雨量就达到98.5毫米。地区恒春满洲车城道路积水，不过要暗仔时雨势变细了后，积水半点钟就真紧拢提起啊。3点开始吼，忽然间一个强降雨吼，差不多30分钟，安尼就规个恒春镇几乎所有主要巷道、主要街道都造成积水，深度呢大概是就是膝盖以下了。部分家有淹到，有出来靠到出来高压的个老海水倒灌啊，是安怎就拢塌掉咧。13下晡的短时间雨量有超过排水系统的水量，不过因去年有启动水沟的规划甲检讨，甲2年中限期的保护标准提升到3年，向国土署争取更较侪经费，要赶紧甲乡村的水沟系统进行改善。100毫米的雨，那其实都超过原来我们整个排水系统的设置容量。那所以在宣泄下游宣泄不及的状况之下，那市区才会产生短暂的积淹水。下水道系统整个完整的布设之后，那就可以加速市区的退水与排水。早起天气较稳定啊，恒春镇公所就派清洁人员甲国军来斗3工，甲路面的黄土摒扫清气，互居民会当出入。屏东县府表示，为着避免积水的状况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安全，有需要的乡镇拢会使申请水门的建置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好，即个这杨柳风台过境台湾，伫个云林虽然讲无落大雨，也毋过呢部分地区是有透小风。正伫个户外这菜市呢是有大冷气的状况，即马农民是希望政府会当帮助因渡过难关。早政府无几天限时，叶啊有淡薄仔变黄，或甚至连气死去。因为杨柳风台侵袭的影响，虽然云林即届无落大水雨，不过台湾中部地区刷透火烧风，部分菜西山区受影响。你中大就吹小风啊，吹安就是有无休2年啊，你就是拍水讲拍落啊，影响就足大个啊。尤其是若休菜类个啊，休啊拍伊就是5年啊，5年就烂，有可能啊。就减少损失啊！有农民透早就紧来菜园压水，避免叶啊去互大风吹冷气，灾情扩大。若即搭角豆园，云林农民是讲，杨柳风台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风，甲火吹落去，影响结果率。有一粒，这粒就是会长秋葵。如果花体少掉了，这自然掉的，它就会伊内底就一粒秋葵，提早掉了一粒就花去啊。农民讲，伊做3分地的角豆，因为当若是风台也有728大水害的灾损，都敢若剩1分地会当收成，即个损失还阁估计。记者采访报道。